来继续来看台中一间食品厂，互离职的员工来压料，涉嫌把有效期限的标签换掉，来贩卖过期的商品。经过检察官来侦办，法院裁定姓张的负责人甲姓廖的会计分别以30万甲15万来交保。认定被告张某、廖某涉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诈欺及伪造文书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分别预支拒保新台币30万、15万元。台中这间食品工厂的头家涉嫌叫员工把过期的冷冻食品的旧标签给摕掉，换来大新的标啊，然后卖予不知情的下游的厂商。离职的员工看袂做哩，出来检举，讲伊上班4年的时间，拢互要求做改标的工课。这间食品工厂捌甲过期的食品提供予大卖场甲直播主，包括建贤水产甲丢丢妹等等。台中地检署掌握具体犯罪事证，法院裁定涉嫌的业者甲会计交保候团。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